台北股市正受美国股市的影响，美国股市是前一天有起，所以咱台北股市伫昨昏嘛是冲悬，有收伫19000点起9.25%。也毋过因为美国股市落，今仔日咱台北股市一开盘共款落，即嘛是落到18772点，已经落227点。中央银行总裁杨金龙昨昏伫立法院，伊表示，伊赞成扩大国安基金的规模。因若股市敢会因为拜一、甲拜三大落引起系统性的风波？金管会主委潘金良是表示，即马发觉讲，当操作族群拢是40岁至69岁较济，政府会尽量提供协助。车十台股一日开盘，结束连续3天青顺顺的盘面，除了开红盘，嘛一路走悬，收伫19000点。起1608点，起9.25%，拢创下历史上新高的纪录。宽宏大只电落尾手收伫863块，起78块。其他亚股亲像是韩股收盘是起151点，日股是起2894点。有分析师认为讲，川普关税接完90天，股市要是有变数。这个关税的这个战争的阴影呢，其实还并没有解除哈。那主要有2个原因，第一个呢，就是他现在呢，川普只是宣布说，暂缓90天而已，还是有很多的台湾的厂商呢，在中国大陆呢，他们的这个有设厂。因为这礼拜股市为拜一开始大落，国安基金第拜二宣布入场护盘。根据了解，国安基金会当运用的总金额是新台票5000亿。包括国库持有公营、民营事业股票为担保，向金融机构借款，上济额度是2000亿，也有借用邮政资金等等，会当提供证券投资也未投资资金，相关的额度是3000亿。委员会人数为11至13人不等，包括中央银行总裁甲财政部长拢是委员会成员。第一届因为罗西亚乌克兰战争入场护盘了后，股市有落较少，了后有起。有立委咧关心讲，因应关税战，国安基金敢是爱阁增加？你认为护盘基金需要多少吗？我们的股市它的市值确实它是增加了将近对啊，增加是很多的。那你等于是杯水车薪嘛？这个可以考虑，不过对这个是国安基金它本身要。那你认为？请问一下，评估了没有？我们已经有做评估了。交代了没有？那结果呢？评估呢？评估的结果，那我们觉得在适当的时机，也许会做处理吧。中央银行总裁杨金龙表示，今嘛也无法度判断股市敢是会提早进入熊市，无确定性的因素若消除，以长期来看，按算股市会回归基本面。也若为初七开始，台股连续大落3天，敢是会出现系统性的风波。金管会主委潘金良回应讲，还未到迄种程度。目前股票长头的族群是以40岁至69岁占较济，还阁伫会当控制的范围内。会尽量提供协助。拜六下晡会对外公布限空令，敢是要搁延长实施。记者综合报道。